舉辦15運會同埋殘特奧會，充分利用咗粵港澳三地嘅優勢資源，咁盡可能對城市嘅正常生活影響降到最低，充分突出咗綠色辦賽理念。今屆全運會辦賽理念為綠色、共享、開放、廉潔，並且將簡約、安全、精彩等要求融入整個籌辦過程當中。承辦嘅體育場地大約90%為現有場館，以維修改造為主，係近幾屆新建場館最少嘅一屆，有效降低辦賽成本，實現史上首屆碳中和全運會。廣東奧體中心體育場安裝太陽能光伏板，植入綠化藤蔓植物等綠色設計。天河體育中心優先使用綠色電能、光柱等可再生能源，成為首個近零碳嘅大型體育場。另外，賽會仲大量利用5G、人工智能、大數據等新一代智慧技術，推動老場館煥發新活力，提升參賽同觀賽體驗。主要場館通過升級優化，亦都能夠喺賽後促進體育服務，滿足全民健身同體育需求，積極承辦國際同全國頂級賽事，最大程度發揮體育賽事為城市帶嚟嘅綜合效益。